起摊架，将无机阿母行3鞠躬，前到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摊架前2鞠躬，摊架不前2鞠躬，摊架各1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摊架前2鞠躬，摊架不前2鞠躬。 三架各前2鞠躬，刚开始向乌鸡阿母行3鞠躬，前到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请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道鞠躬。 讲师好，请坐下。目前以这本书贡献了大家茶，咱们今晚咱也是研究这啊，咱进前会到啊，祝福景歌县，还有景歌县，祝福景歌县，一树万起，前后和气，这真啊是在讲空性里面，叫这个东西这个小甲现起码个相处，那么伊的赞助呢，大家拢知。无讲因主呢，伊主，伊袂讲伊的能力大济，伊捌负责，伊就是叫遐个起码都打成一片哦。所以叫人在唱歌，唱了就袂歹，真好。那么伊就讲，伊个唱。 哦，叫不行哦，甚至呢，连咱教会就会歌哦改水空性人呢，平常对这个歌呢，真有兴趣，因为歌啊诗歌可以得益咱人心情啊，所以空性人呢，伊讲。 伊平常拢时常咧唱歌，但是伊若拄着代志，哦，讲主是即曲即部歌，今仔日空性人若去哦参加什么丧事的代志，啊什么伤心的代志，伊是去学唱歌，所以是真诶。所以空主呢不良美，不良美啊，不忘教，而又都有。 协助他人是一点，起码咱来在世间，个人有个人的好处，啊嘛个人呢有个人的长处，哦，啊所以咱大家做伙当中，咱互相哦，出来人空性来讲，特别先者是种子，伊不先者改志，所以这是循着影响。 人有性烦自温，除了这个法典内，一定有圣人有凡夫，有君主有有行者。空性曾经讲过，哦，讲圣人无不得其见是，必见君主者是可以；贤人无不得其见必见有行者是可以。哦，这个赞助有相像，啊，赞助的时令。 伫迄个思维无相像，哦，所以咱呢，已经道中甲伫道外，好诶咱就来学，也歹咱就讲好话。好诶场所咱就去，歹诶场所咱就唔去，这一定可以。哦，各有哪属之别？这歌呢，笑有足文啊，哦，也有足好诶意思，也有可笑足俗情诶，足含义即足多吼。 民情国情，哦，可有可疑名。这民情，这个地方好甲歹，哦，这个国家
会当品甲随意，哦，听伊歌就知影，听伊歌就知影。民性顺良，哦，国情恒久，积果而成。民性呢，咱即个所在的人较善良，较单纯，哦，即个国家要兴旺，要兴通，那么伊个国家所定出来歌，伊个地方所唱的歌，较有信心，较有信心。所以歌讲上德之应，合乎中和之节啊！哦，唱的歌出来呢，毋是安那安那袂唱。阮西庄较早一个等待去先生的老爸，伊来讲伊来讲，死了死过了死过，这啥个？这不落影去啊，这不落影去。听囡仔即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讲即个囡仔因厝的老教育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咱了解。咱呢平常讲话爱注意唱歌，嘛讲咱咧唱，咱就对人大国唱，是毋是下咱做？所以呢，小无中和之德，袂杀即上即个中和之德。民俗民性俗雅，国情衰退，积果怨而下。即个民情呢，民性呢俗雅，世俗对着世俗的代志野心。即国情呢真衰微，搁真颓败。听的歌，伊歌唱出来是足怨，足怨甚至足带有迄个邪念。歌万上乐之声，伊的歌的词呢，就是种足野蛮的，甚至呢，足歌颂这欲念欲心这物件。小无中和之德，安尼就是这中和这德来算上中和咱来这世间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咧学道，要当得到中和。互咱呢义田地东参义一法同贵，这是咱今仔日呢进入这道中来，特别是用道的圣人中和为教，圣人呢是教咱兄弟姊妹，大家拢有咱得到中和，那么得到中和用倡议的话之讲，大家认真做，点点做，安尼呢，将咱这个道中的风气。会当影响着咱的地方，影响着咱的社会，影响着咱的国家。使咱的国家会当太平，咱的社会会当安定，咱的家庭、咱的地方，大家当好顺。所以呢，歌唱字理难明，要唱歌较简单，要了解现在这理较困难。像咱内底一般小小。咱参加什么班，要听有足简单，要真正带出来无简单。所以咱一再参班，咱地方有地方的班，中心有中心的班，处处拢参班，目的是要创啥货？要互咱听过理了，慢慢来去了解，慢慢来去了解，慢慢来去做出来。曲言谱字都难得要叫人安尼足简单的啦，要真正去行着出来足困难。其无助，以先事患己，以先事患己，何谈何呀？所以这个原因，孔夫子呢，伊听着人唱一条歌，唱到足好，伊才讲你搁唱一遍，搁唱到这方面，就过来交伊学唱。处欲行无形中之道育，孔圣人安尼做，伊就是讲暗中无形中来感动伊，使互伊慢慢啊体会这老先生、这先生太安尼做，慢慢去来体会。其实呢，人呢，咱的前人者，咱的社会有德行的人，
学文员的人，伊会搁甲咱讲，搁再甲咱提醒，拢有伊个目标伫咧，咱是有去甲想尔。所以咧，目的就是要互咱化简为贵，以方转俗，互咱下简为高贵。姊妹，咱来到遮，就是由这个宇宙当中受气变所驱，为了把咱蒙蔽，咱本来所带来的三光五常，来到遮，用变歹去，用变歹去，所以搬落来就是讲一寡作歹的物件，哦，所以只爱透过真理甲咱感化，就是啊，互咱真正去革命，改为真高贵、真贵，哦。安尼才是实，那是咱今仔日修学道，咱今仔做人最简单的所在。哦，以好转俗，以迄个过去歹的风俗，哦，转入个好的风俗，哦，免俗就雅，哦，互咱真正过去所有的俗气进入去了高雅的这个境界，改邪进德，互咱改去咱的邪念进入了德性从面来，果随消除。我虽然是一个小款物件、小款代志，其心有关家国民国时代，甚至呢，这是小事。毋过，你若认真去甲听，认真去甲做，哦，就有关对国家，哦，对国家甲咱家庭，当然甲咱家庭会兴甲会，哦。一个足大的影响。夫子不服其贤者，哦，夫子呢，伊袂去甲疏忽即个代志，啊，所以咱爱慢慢去甲想，去甲体会，以亲请远，以义足亲，真正足远足远。所以，家己姊妹，咱今仔日个修学道，咱今仔日即个班，毋是讲咱一个就当做到安怎样，慢慢去甲体会。用慢慢去甲体会，哦，慢慢去甲想，哦，咱今仔日做人的意义对业，哦，咱要安怎啊转去，安怎来安怎转去，毋是讲咱若归空了了，咱的囝、咱的孙，哦，咱的后生，甲咱请人来当西方，甲咱超生了死，就有法度，咱一定要了解，哦，咱家己在世若无得通超生。无当了死，咱后辈放弃了，咱过来做，已经上万去啦。哦，咱毋知要来甲想办，哦，若要甲想去，咱会感觉讲世间的代志就真正安尼。哦，所以但是咱毋做，后日毋望咱种人，咱的囝儿孙甲咱做，哦会变成安怎样？所以，阮世前有一个姓王。伊过去呢，足早，伊有结婚，足早就传宗接代落来，了毋知啥物情下，就去出家，哦，出家了后呢，哦，归空去了后，有来妈祖经回来，叫因的囝，哦，叫因的囝儿孙，就甲兴讲入德，讲伊做足侪过错。哦，伊真好进入地啊！因囝有去甲因讲入地无？我知影对啊。伫我66年去高邮，可能伫迄个50几年当中，迄个时阵钱嘛是介大安拢，因个家族、因个囝儿孙拢足好起来，拢逐个足有才华，听讲一个人去甲用500块，钱嘛了解。咱毋做，毋望咱的囝儿孙做，哦，咱一定爱做，知影即个情形，尤其咱亲入这道中来，进入真理迄个教化，时常咧参悟经典，哦，咱一定爱体会这个，一定要体会这个。过来，第44节，祝愿文我就是咩？恭迎君主，即我为之有德，愿我为之有德。即句话呢是孔子，伊伫讲伊家
啊，其实是会经历咱世间人，袂捌字较简单，袂捌字，只要认真，认真去甲背，认真去甲答，咱就会捌。哦，伊讲文学这方面的，我嘛当交人熟悉，但是重要就是恭行君主，哦，恭就是咱自愿去行君主之道，伊讲我义之有。我即摆也无啥得到效果伫个，哦，孔圣人咧讲的是讲，伊咧谦虚咧讲君主爱得贤，不以百姓君主无遐尼简单。所以即回呢，古朝三帝大概普渡，听咱的社主夫人咧讲，听咱的前人咧讲，开始去讲要选3600姓48000人。你也想古朝文人众生，遮尔尼济，各大宗教遮尔尼济，真正万教皆法实存，也袂求伊个，可见的，听有咧听，看有咧看，真正去做人接受，所以咱今日呢，免就是讲咱毋捌字，咱敢听有，咱毋捌字，咱有法度去受用吗？毋通家己看清家己，一定爱家己咧有自信，袂使无自信。你若无自信，家己都无自信家己啊，要相信啥物啦？这点足版重要。所以这是伊来讲，文学勤积德文学这方面咧，你若认真就会，认真就会。我嘛安尼甲想，实在就是安尼，认真就会。有一个阮西庄陈水扁先生，陈水扁总统，伊呢细汉嘛毋是足聪明个啊，但是伊就是足认真。因呢一辈阿婆呢，拢伫警政署咧做工，拢伫警政署咧做工。因老爸呢，就是拢比咧，讲你若较认真读咧，我看恁阿兄呢，逐个拢遐甲你两搞。咱这房拢含万家，咱要死吼！我安尼做饭咧，要食都无，所以认真读。水扁咧，就国校就足办认真，国校、国中高中就拢足认真，读册就拢排第一名，伫国校第一名，去到陈中咧读也拢第一名，搁去到南一中也拢做。所以呢，伊斗我都继续去。所以文学这方面呢，认真只要认真就有，认真就有。所以直接就人有认真，伊就对啊袂着，认真啊对啊袂着。像玉井一个，伊咧读玉井农校毕业尔，人一个小姐要做伊啊。伊讲我嫁着玉井农校毕业的，伊若有法度通去留学转来，我才来去。所以呢，伊就受到迄个刺激，就足认真，搁会补习，叫老爸就去补习，去台南去人补习。各项补习班都无要死，讲这内面才补会着，毋过呢，伊就诚去找，到尾后若找着人一间要甲收的。伊足班啊认真读，读到尾啊呢，读对英国剑桥大学去。后日仔呢，人搁咧甲报迄个小姐，好掠人啊，也嘛足水啊。伊讲毋啊，我要带迄剑桥大学毕业的啊，就欢喜嘛。所以咱就基本咱就了解，直接就真，咱若认真做，要文学方面足简单。终身见道，你真正考入来，来真正修道修学道，立德入人者，超凡入圣之君主啊！所以你会当真正会愈来修学道的人，立德这德足大，会当交人圣贤可以比，会当入圣的君主，就我都能进入去超凡入圣的君主。德者即成仙女，伫这当中，仙女是后天才练出来，
后天才是一个练仙佛的路的单路，真爱做。有主自谦，伊免人；有主家己过谦，讲恭行君主，即五位是有德。即句话是过谦，甚至是勉励咱人。将他教育文人中，虽然要地主不合有文，也拜欲之以礼。所以讲有主呢，伊不但自谦，是在勉励啊之外，勉励学生。伊将教育伊个文人中呢，虽然了伊个地主呢，大家普合伊文，广普伊学文，伊个文学，甚至呢，佮爱欲之以礼，用礼来约束伊个心。毋通文学一个坐了后，怎控告自代？欲之以礼，真正属于文学的培养，后者属于德之实践。有文学好，但是最重要爱真正有道德，才爱有道德的实践。此两代方针虽然是严丝并约，这两代呢，符合意味呢欲之以礼。这两方面呢，虽然咧严丝并约，但仍然以道德实践为本。最重要就是讲爱以道德实践为本，因为较少。人生来这个世间是短暂的呢，几十年的时间尔。但是啊，来平平捌来较少，也是咱30外岁来培养，今仔日7、8、10年，得过那超10几个。目前一个理念特别早，所以咱来了解，道德以道德实践为本，以文学培养为源，有道德一方面，道德去行，一方面来研究文学，安尼呢前后并行，所以已经有力这个学问，所以学二篇来讲，地主入职后出职地建议性。还爱将其亲庭，是有富力一个学问，这个摆伫内心。有时间咱搁来研究文学，文学爱了解，正是处艺术，就是咧讲这艺术，比较之下，优质文学并不难文学甲道德这两方面的比较要求文学较简单，经营实践做人的道理，并不容易。真正讲到真诶，真正伫即个道德方面咧行诶人，无简单。所以讲修道较简单，讲真正行道较困难。尤其是以实践君主之道，在宪文篇公主传乱，尤其是讲实践即个君主方面一条路，伫宪文篇一边。内面孔子传来讲君主道食三，五无留名的，五无留名。要成为君主呢，有3个条件，我来做嘅。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屈。智仁勇三达德，来了解。爱有智，爱有仁，爱有勇。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。地位若悬，你就无怀疑。来日前求道学道，人讲超生了死地啊救命，天堂挂号，咱拢嘛想讲，敢真正遐简单？话拢安尼讲，我话你那小小的，咱去到地府会当救命，天堂会当挂号，咱来有机会。听这个时代转变。甲人生的规律，甲正三义体大概普渡上天的应允，要互咱遐个姊妹回归咱的本来，所以呢，这是文章自谦武器正相当，同时来讲，君主之道食三五无灵言，这条文章咧讲的，自谦的意义正相当，但孔子之自谦。正显示道德实践之可贵。孔子的谦下，而且这显示了这个道德实践的这个可贵，真正
要来修学道的人有少数，所以人来讲，求道如无，修道如无教咱来了解，求道的人足百分之亲情兄弟朋友叫伊来求，当时是伊歹势也都来求真正即日是修的人有少数所以孔夫子呢自谦，正显示了修道实践的真正可贵。用意并非在勉励，用意无非在勉励努力去实践道德。从圣人的用意无非呢，是咧勉励咱兄弟姊妹认真去实践这个道德。因为咱在这世间几十年的时间，互你赚较侪钱，官位偌悬，你若无道德无德行，你食你拢袂转去，食拢袂转去。食的伫食，伫食就是伫食，食有营养的物件，伫食就是伫食，咱摕袂转去。所以当时冷静就来想一个看卖。所以做一个可贵的君子很重要。咱伫遮透过学道修道，去如来做，真正后这当达成到一个真可贵的君子，这才是重要，这才是重要。所以呢，姊妹咱一定要了解。孔圣人甲咱讲即句话，就是要甲咱勉励咱。伊甲伊讲，真正强人君子，伊无啦，伊无做，伊无得着。目的就是讲，我就无啦，恁呢，所以就是讲，互咱反省自省，反省自省。咱今仔日做啥货？茫一味甲咱追求后天，世间无啥货，食饭尔无啥货。来嘛，刚去嘛，刚。所以真正咱今仔当得到道，爱当修道，会当进入这个道中正界研究。且出遮尔样一个经典，遮尔样一个册，讲甲足简单，甲咱开门讲到互咱足了解，咱若毋去做，咱嘛无法度第33章，祝愿欲成吾人，欲成吾人，即5起干，即5起干，亦为之不养，亦为之不养，诲人不惯，诲人不惯，即可为分逆意义，即可为分逆意义，公西华公西华华，即为地主不能害，见为地主不能害也。这孔夫子呢，讲了遮顺义不足，就是拢总在讲伊家己个人的修养，个人会受到什么经验？伊讲我是拢因述过去的圣言，圣言天人所遗传落来物件，毋是我家己做的。所以咱讲成吾人即5起干，讲圣人甲一个人人，甲一个人者，我毋敢我只有要维持不厌，我认真来做，也袂赢。诲人不惯，我捌的，甲遐个姊妹毋捌的，来问我捌的讲甲去了解，有理就来讲到我无晓为完整，我只是安尼尔。即可为分义，也先公西化，但讲正为地主是不能害。老师你即款的行为，就是阮地主无法度人学呀，地主无法度学。所以孔圣人这呢，伊讲这话无非就是叫咱何之学者，何之儒家学者，遐个姊妹，咱若爱怎样来做？维持不要，诲人不惯，咱一定来对咱的讲言，认真去学，对咱的学校认真去教诲，对咱兄弟姊妹认真付出，这才是咱囡仔爱得咱大后是咱得着，所以这种最主要是咱宗旨就是孔子虽然自己行圣言之道。但是却不肯与人哋自己的谦虚，伊有咧做，但是伊袂拼。
袂凭讲我做到安怎拄安怎，愈悬的人，愈悬的人伊开愈低，人世俗是上咧比咧。讲迄切啊，若愈入比的，啊就高头高愈悬。咱若爱掠掠迄种拍切，咱来了解，咱伫尽量咱成正这个代志，将性命。成者入天下之正位，圣人就是建立了天下的正位。咱今仔日，咱是要学圣贤、学贤分，咱嘛是要建立了天下之正位。对就是对，毋对就是毋对。来者袂使糊涂去，你嘛讲我骗人会使会使。后日呢，不论你伫对地方，或者是上升为天堂，拢绝对袂使对人讲，嘛讲袂出来啦，遐你嘛毋敢行天下之大道，圣人是立天下之正位，也行天下之大道。咱即马就是要效善发扬，所以咱嘛是要立天下之正位，也要行天下之大道，顺天应人，与天地同参。咱嘛是要顺天应人。天时应运，咱慢慢来去甲体会，慢慢来去甲想。拄则咱的名真交伫遮地方。较早咧，你卖看歌是看戏啦，足新鲜。过来咧，煞咧看电视，搁煞落来咧看手机啊。一站一站，一个时阵一个时阵，都袂卖咱的物件。也互咱真正伫遮，毋知头人，毋知影头路倒来，所以今晚咱一定来体会了解。我今仔日是甚物身份，我今仔徛伫甚物地位，我着做甚物工课，我着做甚物工课。袂使出马马虎虎出，袂使马马虎虎出。我有当时安怎讲着我本事，当时阮老爸，阮饲我。我做兵转来，讲无人，即摆厝内代志拢互你看。阮爸爸来甲我讲，我讲好啊，你要互我看无要紧啊。你要互我看，你囡仔就摕了我地咧，无你甲，我甲你看，你教我袂甲我转去哪，我都甲你迄样是用袂了。阮当中就甲老爸讲，慢啊，我问你咧，讲咩什么？你讲什么话？拢交代啥物人？你甲伊讲讲下啊！我打做兵顶也是捌一个啥？伊讲也无我嘛毋捌啊，我嘛毋捌啊，可以过啊，可以过，咱是真诶。所以咱就听了，咱今仔日咱的身份，家己什么身份，咱要做什么工课？咱要是要学圣贤啊，咱学圣贤要怎会？要立天下之正位，来行天下之大道啊！要顺天，应天顺人啊！与天地同参啊！咱的应天时顺应这天时应运，顺候这个人生，来这个人世间该安怎做？要甲天地同参，天有好生之德，地有载欲之因啊！咱有一种观念仁者仰天生德之子，真正一个行人立德行人的人，抬头看天。上天来到成德，咱呢，是为看咱家己。所以民主嘛来讲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从于人，一道呀。是道呀。讲俯不屈尊行，地不可一道呀。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从于人，是道呀。这天下英才是高之三乐。君主有此三乐，即王天下。君主的乐是六这三项名，规个天下拢互你加无量，加这拢无关系，所以咱来了解。诸爱万物，用而不害，咱来遮。慈悲的心爱护的心爱流露出来慈爱万物，用而不害，用而不占祝福万物生长，而且咱嘛做伊的主宰官讲恁若无我，你无法度。来讲，有孔子当时之人，观夫子
观夫子学问道德，严朴是忠哥。甲当时孔夫子迄个时阵的人，看到夫子的学问甲道德，遐个人严朴，遐个人忠哥，总以为夫子是圣人。迄个时阵，大家拢说，伊迄出世物件拢无相像咧，阮哪是圣人啊？总以为夫子是圣人。就太宰府主讲啊，夫子圣家有，何其多言呀！当时的老公太宰官问这个主公讲，夫子孔圣人夫子呢，恁老师可能出世就是一个圣人啊，那么伊在别行拢会啊。历史面不但以夫子为圣人也以地下真正为夫子。因个地主呢，伊不但以夫子，阮先生是真正是信，也是以一个地价一个人者来规律夫子一个足有地位的人，一个足有人事的人，来这个用这个地甲钱来规律。如主讲咧，问孔圣人讲，夫子圣义主讲咱先生，老师啊，你用得到圣义，孔子啊，圣我不灵，圣即我不灵，我何不养之搞不惯？伊甲主公讲啊，圣，主公啊，圣我无法度，我只是干合不养之搞不惯。主公啊，合不养即地搞不惯，即是人请地夫子去世。主公呢，伊甲老师讲伊讲你合不养，你就是有地位啊。你的搞不惯，你就是大人，你的人就是大死有天啊。人请地有人才有地，夫子你就是圣人啊。所以夫子就无话人调讲啊，因为主公呢，孔子3000弟子内面呢，主公列入列入研究科内面德行讲严严，民主天将对用强啊。言语讲才能甲主讲咱来了解。甲本章的义正上甲本章义正上类似甲本章的意义拢差不多相似。由本章第20注密仪之至，合理不扬，为理不观。何有与我在？孔圣人里出于第20来讲，密仪之至，密就是暗认真学，真记，真研究，合而不扬，恶伊拢袂赢。我捌来讲的迄个姊妹囝，伊嘛讲袂赢。除了安尼以外，我拢无啦。迄个姊妹咱来了解。所以孔圣人咧讲这物件，拢是要互咱互学的人去效法的。由孔子不敢自己圣人有人者，咱来了解。圣人伊袂家讲我是圣人啊，我是一个人者，可见伊常怀谦虚之意德。孔圣人呢，伊的心怀中，时常抱着谦虚的意德啊。由他理处以款，以群有学习，咧学习，甲有教诲为基因孔圣人呢，由于伊的真个美德，谦虚的美德，伊理处呢，以群有学习，甲有教诲为基因。孔圣人呢，时常伊本身学，甚至佫会当教育姊妹，这甲讲伊的责任啊。对于理智学问，道德学不一样；对毋知影的学问甲道德的学袂啊。对于理智学问、道德的了会而不管，家己知影，佫认真讲啊，让姊妹了解。在孔夫子来讲呢，德良用做教；在孔夫子来讲呢，就用伊做教。
都拢有法度通做到安尼。所以切自成道，所以人暗慢慢家己讲，我是家己法度。但讲西话，却以为这是弟子最难仿效学习的。学生讲西话了解阮先生的学问，阮先生的德性达到什么情形，所以人讲老师啊，这就是阮我都学的，正弟子是不能学的。义主讲所有真正伫辅助基线，一句话不同义含义相同。讲西话讲一句话，条主讲得讲的，真正伫辅助基线。一句话，不同义的含义拢相像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慢慢啊，圣人慢慢啊讲互咱听，记载伫这物件内面，咱慢慢啊去甲学。慢慢啊去甲研究，无其好定，亲像安回讲，顺好人呀，有好人呀，有为者也就是顺嘛是人啊，我会嘛是人啊，我若要像安尼做，我后头要像安尼。所以伊甲以顺为目标，到尾来达到福性的境界，但是只为咱来了解，人圣人安怎交代落来？咱就有咱认真做，咱就咱无其好听，咱就咱为之不养，为之不观，咱就咱就讲我安尼尔，咱就咱想讲，即可文，即可为文利益，咱就咱感觉讲，我就是安尼尔，也会安尼呢，咱也是都是无圣人的好定，咱就咱后日呢。等于拜叫伊做伙，咱一定要了解。今仔这三千弟子呢，迄时阵拢照孔圣人安尼做，所以是咱即个《点道听大经》内面就拢讲含3000弟子拢来所以咱烦恼讲咱后日过去对落地下去落落，只要咱骹步徛正，咱的心了准。莫伫遮反反复复，帮你也事真帮你也事错安尼呢，咱后日就是会当去。所以好好的朋友就互我讲，心全业就业去，心全道就道性。所以后天的业，甲先天的道，最主要的转捩点就是你的心，看你的心要来道。你的心要爱业，安尼你后日的成就要别人好小声，毋通家己自谦自弃，将家己放弃，讲我有透法度，我无法度，恁去修路，恁去想恁转，安尼嘛不对。咱呢放弃咱家己，后日咱就对落去轮回，这是一个道理。自一边。住一边，诸罗清道，诸罗清道，诸愿有主，诸罗对愿，有志对愿，多年如上下心机，诸愿无之道救伊。人一定会破病，人一定会破病。到尾啊，袂到尾啊，一定会死，这一定有道理啊。这人生的过程，生老病死，才能看到苦伫后面，苦咱看袂到。所以咱来了解讲，艰苦毋免怨叹，艰苦毋免怨叹。咱这世间无对一个人无艰苦的。拄则交咧咱道亲，老道亲咧讲伊苦接受的拢嘛继续咧做，身体养的啦，所以平常来保养，要有病一定爱食药啊，袂使无食药。毋通想讲这小可病，人讲抗病当，抗病当。愈困愈重，
注意，伊遗传基因，年纪较济，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即嘛咱真正足流行，心脏病嘛足正常的啊，所以咱一定拄着血压高、尿这个，拄着咱着糖尿着测量一下，看咱是毋是有糖尿病、有高血压有进药啊，遮尔方便尤其佫有健保，收的有诚济，咱自费部分有诚济。咱若无治疗呢，咱若当的照医已经较慢啦，就讲咧西药剂。是算这是糖尿病引起啊，爱乌白食药引起啊，乌白食物件引起啊，所以这拢爱注意。医生也甲咱交代讲，这项袂食者，咱着毋通食，毋通勉强要食世间遐济物件通食，咱就得较食哩所以咱一定爱注意，袂使无注意。注一边控制伫破病时阵。三千地主起来知影，人嘛拢紧张起啊！你也看到祖爷祖师咧病了，大家都紧张起来，烧声正常。所以主路上无办法啦。迄个时阵呢，医药只法达上无办法啦，就招兄弟姊妹讲，咱大家来祈祷，来大家来求上天慈悲，莫互咱老师傅再回头倒来，安尼教育无，控制听着知影这代志。讲有安尼吗？问主老讲有安尼吗？主老就讲有啊，有啊，内外倒个经来咧讲倒你有上下神奇啊，伊倒来向上天结果或者上下神奇的上下神明来甲伊斗帮助啊，控制来讲无钱倒去。那安尼有影有效，我平常就拢咧祈祷啊。咱姊妹咱平常修行若有原则，咱平常就是咧祈祷免着破病了，才搁求上天慈悲，免认真来修，认真来学，认真来做，上天有影中就甲咱庇佑，就甲咱护法就咱空性人伫遮。甚至讲互咱了解敬鬼神当然爱，但是爱有地位。敬鬼神是原则可有题鬼神该尊敬来敬爱离开，毋通敬鬼神就要迷卖伫鬼神内面，毋通这鬼神来甲伊庇佑护法也看你几项物件去拜拜，就要保庇咱。平安搁大趁钱这实在花费足大，所以咱家己爱了解，慢慢来去甲想，慢慢来去体会本种是孔子，不舔面鬼神之王求中心。孔圣人呢，伊无咧追求即个鬼神伊无即个迷卖即个鬼神，而且伊本身无讲求中心。人是要走会站，人生有来一定爱有去啊！咱莫求讲的确要食中寿，当然啦，咱食愈济话愈好啊，咱做愈济工课啊，这是上好是呢讲，人生有毒世中，人生伫即个毒世当中气不调，阴阳不和，气一定爱调。食该食就来做，该食就来食，该做就来做，茫茫做过头，也毋通即个物件咱食，一来食过分人讲咱的身体会病，拢食去，我安尼甲想我做药做几十年来，我来甲想当然气若不调，阴阳就不和，所以气若不调，这阴阳不和。气甲血就袂平均，袂平均就产生毛病，到有一寡身体较歹的人，中医拢讲你这气血中医也袂保证，也袂食退火剂，拢安尼讲，
注意，起居饮食难免有不当之处。毋过伫起居甲饮食的这当中，难免有不当之处啊。一边日生意，所以破病就对后壁对来啊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既凡是既然即个病来，使精神静养，咱就看开的。梦小可毛病就安尼烦恼讲惨啊！我病即个毋知要安怎样。带一个讲，两个兄弟仔呢，生两个，伊生两个兄弟仔，两个兄弟仔呢，拢是伫科技公司在做经理，足有钱，足好趁钱，就拢叫因老爸，就去用身体检查。因老爸变成了作用啊，身体足好，就去用检查。然后拖用检查，用检查转来，医生也讲，你血有较多小可转来就人来问讲，是检查了安怎样？伊讲医生就讲我血有较多，人就安尼讲，血就安怎？5摆拄5摆，就甲讲足侪摆，了伊就安尼伊就烦恼到尾安怎样？就中风。病足侪烦恼来呢。变作一烦恼来，亲像较早阮一个朋友在讲讲一个咧寄迄个牛奶，较早牛奶拢用寄的，一罐一罐在用寄的，伊寄去医生馆内面医生伊医生生理一下好在看病，瘦啊，身体瘦啊，伊就甲讲，伊做医生做甲算2班，安尼甲讲。迄个医生听着甲讲，伊就听着心就足歹啊，气管就足歹啊。所以呢，有时来拄在扫，迄个叫有年在扫，伊就讲，伊这咧扫毋是普通扫啊，你这虚弱的扫呢，你较注意呢。就甲讲啦，就敲电话去我一个朋友啊，有哪伫因咧共个所在，有哪做医生啊，伊就甲讲无人安怎。我迄互伊甲我笑我怎安怎来讲？伊定倒来咧讲，迄阵仔送伊遐去咧，伊有哪感冒哪咧扫就咧扫，伊就讲你这扫拢无看呢？伊讲无要紧啊，我小可扫啦。伊讲你这毋是小可扫，你这虚弱的扫。即摆两个医生拢甲讲你干那烦恼到尾怎？带虚弱怎么死？这事实的代志啊，毋是骗人，这事实我讲的拢事实。所以呢，咱老有病，咱袂烦恼。咱来家己精神静养，看较开咧。天有不测风云啊，人有旦夕而福啊。天有乌有青的时阵啊，咱人一定有病有无拄的所在啊。所以精神静养甲药品治疗，进药才方便。佮行健保，医生也则普遍。近年乡下足侪迄落对，医学院大间，医学院的医生，如果伫乡下咧开业的足侪啊，所以千变互换。咱若当精神来静养，抑搁配合来药品来治疗，要互换拢足紧。辅助对有几成一样抱着了见义万之的态度啊。辅助呢，对这几成呢，伊毋是无信几成，有啊，伊一样就抱着见义万之的这个态度，不主张向几成甜蜜求福，辅助呢，伊无主张讲，向几成来甜蜜来求福。如今辅助既然患了重病，地主主路好心为他医倒几成啊！三间地主呢，主路对因老师上保护，甚至上紧张。主路是父辈啊，伊上紧张上保护因先生啊。所以伊就讲紧求老师讲，快点安尼讲老师啊，来医倒几成啊！以求早日康复啊！今日咱好个啦，并且引经据典证明自古
就有技术啊，主路呢，意思是讲安尼呢，伊嘛当引足者证明来讲，从早到今就是有安尼啦。空性人的自然，不变轻易莫定祈祷的功效啊。孔子呢自然无轻易来否定讲这祈祷的功效。祈祷有功效无？有哪有啊？这论语来用，孔性人那讲，虽小道有可观，李元恭义是君子不为啊。你们看讲小可爱的物件，嘛有迄个真正足美妙即个代志走出来啊，就以前一个小儿科医生，因一个囡仔呢，咧发烧、咧感冒啊，咧袂拄好，伊用足济药啊，服食，拢无法度。因中就甲伊讲，来用受惊啦。伊讲我一个医生，囡仔咧艰苦，就不用受惊哦，无啊，卖啦。因中讲哦，卖。安怎用药食得比较好？即摆伊去上班，因中就甲暗就甲抱去用受惊，是时候迄烟阁好困啊，阁安尼，身体咱又较好安尼即摆因囝婿就转来讲，昨食药差，伊就毋敢讲啊，即摆假日伊就阁安尼用试试了，即摆就好起啊，因中大家讲。你讲毋通受惊，我甲你讲，你讲毋通受惊，我甲你安尼用受惊啦，也毋是开导这钱，按讲就信就是，你就提起，是嘛？圣人甲咱讲，虽小道有可观，你莫讲咱但是真了闹但是咱毋通，如果有病有叫看，人要靠受惊就袂使，靠无信念就袂使，安尼对咱家己不利。注意，只是反正拒绝，讲莫之道久，只是该拒绝，讲伊啊，我家己祈祷真久啊，有咧祈祷无？咱大家拢伫祈祷，像明早伫遐庙，就伫祈祷文所以这个作注意，意思是我平常就已经供述几成，所以我